上海、廣州呢全國呢4個一線城市啦而家咧剩翻廣州就未出台呢個限購令啦。講緊就係房屋對此咧，尋日下晝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嘅一個負責人就證實啦，二次調控嘅地方細則咧已經上報市政府，方案當中係提出要限購嘅，不過咧就等緊批。究竟廣州限購令會幾時出台呢？又會係以咩形式呢？影響有幾大啊？即刻關注下。儘管被證實，廣州準備嘅調控實施細則中包括傳聞已久嘅限購政策，但究竟係參考較為寬鬆嘅上海版政策，即限新購1套房，定係更為嚴格嘅深圳版，即戶籍家庭最多限購2套房？目前仲未有定論。有業內人士表示，限購令出台嘅話，預計成交量會下降3到4成。很多受到影響的那些客戶，他如果說沒有足夠的資金實力，或者說沒有其他的渠道的話呢，他只能是選擇不買房。當然，你也有可能部分人給他逼得急了，有可能會出現一些，比如說假離婚啊。楊女士今日陪住個女去簽約買樓，呢一個係佢屋企嘅第2套房。為咗避免限購嘅影響，佢哋選擇用個女嘅名登記。我們覺得可以，我們就覺得就買就對了，不是說想到這時候出手，不是說該出手的時候就出手。對於廣州應否限購，各方觀點不一。有業內人士就指出，限購措施實際上北京4月份就採用過啦，但半年過去，北京